去北京旅行最舒服嘅方式俾我揾到啦！嗱，呢次北京嘅輕車享受之旅，4699起，全程主打一個嘆世界，唔使講，唔使捱，咁樣先叫旅行啊嘛！升級2晚入住首鋼園香格里拉，全球米芝蓮1星輪酒店，工業風超級出片㗎，仲包酒店嘅自助餐，食得超滿足。玩嘅方面，一次打卡4大世界文化遺產，故宮、居庸關長城、頤和園、天壇、皇家氣派一次睇晒，仲有潮玩網紅點首鋼園、美克洞學館、星空造井，隨手拍都係大片。想感受北京嘅煙火氣，前門大街、五道營、西四胡同，深度行唔會話走馬觀花㗎，食就更加唔使講啦。香格里拉嘅自助餐，紅鍋涮肉、大壓力生派烤鴨、米芝蓮推薦嘅炸醬麵，全程嘅5晚餐仲要包埋酒水添啊！最貼身係咩呢？嗱，我哋全程嘅專業廣東話導遊，聽歷史講文化，完全冇問題啊！老人家同細路哥都聽得明。呢條路線住得高級，食得豐富，玩得輕鬆。北京唔一定要咁辛苦打卡，咁樣 hea 住嚟玩先最舒服㗎嘛！嗱，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報名。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就記得點讚追蹤加關注啦！